知道他那天对着我大声的喊，说他非要去南大，其实就是为了离我远远的，他就是为了逃开我。那都插在我心上啊！我第一次意识到，他不是在生我的气，他是彻底对我失望了。我怎么能？我这么爱他，我为他做了那么多，我怎么能把他逼到这个份上？你说他要是有个3长2短，是我把他给逼死了呀！别这么想，我想想都怕呀！我真的是一个太失败的妈妈了。宋茜，你先冷静冷静。这个事情，我们知道以后，是都挺后怕的。我说实话，如果英子真出了什么事儿，咱们肯定有责任。但是，你说谁能不犯错呀？孩子们犯错，我们让他们改，改了以后我们就原谅他。那我们犯错了，我们能不能原谅自己？你说这一路上你一个人带着孩子这么多年，又拼命工作，又抚养他，照顾他的生活，抓他的学习，什么都是你。你自己本身对自己要求就严，所以希望女儿出类拔萃，对她要求严一点，我们都能理解。出了问题咱们面对它，改就行了。你不能因为出了一点事儿，出了一点问题，你就否定自己，觉得自己是个失败的母亲啊。那你要失败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啊，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啊，真的得好好的反思反思自己。可能我们这一股脑要给孩子的，永远都不是孩子想要的，跟他们想要的是错开的。你想让他保暖，他想的就是好看；你想给他补充营养，他只想的是好吃；你想给他讲人生经验，想让他少走点弯路，可人家呢，光想的是自由。所以我觉得，这当父母跟孩子吧，永远是有时差的。刘静，之前咱们也没机会这么坐下来聊聊孩子的事，但我知道英子喜欢你，她愿意跟你聊天，她不愿意跟我聊天。你能教教我吗？你是怎么跟她相处的？我哪有资格教你啊，宋老师？教教我吗？在英子那儿啊，我只不过是一个亲切的邻居的阿姨。她要是真的犯错了，我还能批评她吗？我不能啊。再说了，我跟洋洋也是不懂得相处的。他小的时候是个挺活泼开朗的孩子，特别阳光。可是等我们回来以后，整个人都变了。要不是我，要不是他跟他爸爸闹了那么一场，我们这关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缓和呢。要不是那一巴掌，洋洋他也不会把他自己的心里话都喊出来。他跟他爸爸的关系，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一个宣泄的出口。所以我一直在想，英子她跑到深圳去，可
可能他就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宣泄的出口。还好啊，没出大事儿。其实就是我们管的太多了。洋洋、雷儿、范范，他们已经18岁了。18岁就是成人了，在社会上没有人拿他当小孩看。18岁是可以负法律责任的，承担刑事责任的，要对自己言行负责的。但我觉得，我觉得我们总不肯让他们长大。真的，我有时候在想，我说，我们应该学会放手了，真的要尊重他们的想法。方一凡考艺考的事儿，我自己就检讨了我自己。我那段时间特别挣扎，我觉得我绝不允许我的孩子去走这条路，我当时也崩溃了。后来我想，哎，也就是方一凡皮实，要是方一凡不皮实，我后来想算了，我也担心他出事儿，随他去吧。孩子终归要长大的，他们自己的路得自己走，咱们得放手啊。也许我真的该放手了。今天是2019年2月4号，除夕，这是我们在出租房过的第一个春节。书香雅苑大多都是租客，但您看这张灯结彩的，挂灯笼、办年货、贴春联，布置了跟自己家也没什么两样。春节是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，它意味着团圆，意味着辞旧迎新，意味着对未来这一年最美好的愿景。不过对于我们来说，开心之余，多多少少还是有些焦虑的，因为高考的脚步已经悄然逼近了。这一天距离高考只有123天。不管哪里都是的。新年快乐，姐！哎，拜拜。新年快乐！你想好了没有啊？你们两个到底贴哪副啊？我不知道洋洋已经准备了，这不，区里也发了一副，你看，还是贴我的吧。您的春联我看了，全是财源广进求富贵的，我这求平安的啊！要那么多钱没用，没了健康呀，什么都白瞎。这孩子呀，跟个小大人似的啊。成年了嘛。四季平安，全家。哎，这个好，就贴这个啊。来给我这个。来，贴春联儿。万事如意，满门顺。好，哎，这副好，这副比我这个好。这可以贴了啊。再往那边点。哦，是吧？是高点。哎，准备好了啊！哎，万事如意，满门顺，福寿安康。哎，还得往上，上面。你跳起来够不就完了吗？哎，对，好，漂亮，不错啊。回来喽！你要回来了？哎，爸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哎，你就弄我了，来，我帮你弄。没事，我拖了个趟啊。不用帮忙，真的。今年房子小，弄起来简单。哎，我来，真不用。别我吧。说了，今年房子小，弄起来没那么复杂。哎，我保证啊，明年，哎，我努力，咱们搬回那大房子，行不行？行啊，往上，哎，这磊磊，他爸爸也没来个电话，这大过年的，
不疼不痒打了个电话给我。我算了一下，这半年打的第3个电话，没超过2分钟，意思了一下，没有实行实意让孩子回去的意思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就在我眼巴前儿，啊，我还踏实放心。回去干嘛呀？就那2天受那小妈的气，没必要。这自己的孩子都不要了，过年怎么应该给接回去了？就让他在这儿过年啊。小爷，我这玻璃擦完了。哦，擦完了好啊。吓我一跳啊！行，我看看。擦了。方一凡，你在干什么呢你？你一直在这儿擦，你就一家子喜欢一惊一乍。哎，要不然一会儿让他们上我们家过去，好不好？你先看看情况吧。哎，童姐，你别丧个脸，你高兴点。哎，你笑得自然点，你这吓人！你刚吃了死孩子了还咋的？自然点。心里不舒服。没在家。宋倩，哎，上哪儿去了？我怎么知道上哪儿去了？没在家呀。没在家，走吧。再见。等。哎，给你送福字来了。对，宋老师。哎，谢谢。给你弄点吃的，来。哎，换鞋。哎，不用换了，我没打扫，你进吧。不换了。进吧啊。那弄什么呢？哎，没闻着你这个家里做年饭的味儿啊？是啊。哎，宋老师，你这饺子今年弄什么馅儿啊？马上弄。哎，就喜欢吃你调那个韭菜虾那馅儿啊。哦，也快，这就去弄。哎，那什么英子呢？英子对，去乔伟东那儿了，让他待那儿吧。哎，那什么，方圆，你帮他把福字对，给贴上。我给贴上。哦，不用了，我自己贴就行了啊。大过节的，家里好多事儿，你们先回吧。啊，没事，我们没陪。真不要，来，回去吧。跟你这儿喝。没事，快，你这家里孩子还等着你们呢。你有事跟我们说啊。哎，没事。下来。要晚上咱一块儿吃饭呗？不用了吧？你们去吧啊，不用管我。行。过年好啊！行，好嘞，那先宋老师。好，谢谢啊。脑子好像有点问题了。我真担心啊，英子好了，他抑郁了。他已经抑郁了，你看，跟他好像就刚认识3天似的。他为啥没过去了？人家跟陈娟儿过去，过年闹。哎呦，怎么弄成这样了？来了。新年快乐！过年好，宋老师。哎，那个谁，鞋不用脱，没事。拜年啊！哎，过年好！你把这没煮的饺子一会儿煮上啊。锅里饺子你别先煮。没事，先吃一点。你把那个先下上啊，看看它缺什么，然后又不行的话下去拿去。我来煮。啊，不用，那个今天啊，这个女士休息，我们男的干活。你们在这歇着，你们歇。我们不管，刘姐，那辛苦你了。哎呀，你别管了，别操心，让他们弄去。圆儿，哎，我给你打下手啊！咱们坐这儿，咱们就说好话。那个宋老师，我把那韭菜虾都弄好，因为那味儿还是你来调，那馅儿啊。哦，好。你做完了再喊我们啊。少做几个吧，一会儿我点几个菜。你是不是人啊？人家在这干活，你怎么上来就喝饮料啊？不会做饭，你可以帮着打下手摘菜啊，人老纪不是摘菜的吗？那孩子们呢？
孩子们呀，孩子们在我那儿呢，都陪着英子呢，放心。哦，大年30了，不跟他们一起过呀？人家不想跟你一起过，啊，他们过他们的，我们过我们的啊。哟，那他们吃什么呀？哎呀，别操心了，宋老师都安排好。宋老师，我穿您这围裙可以吗？哦，好。哎，宋老师，咱不操心了，他们吃的方圆都给他们准备好了，有饺子有菜啊，一样都少不了，让孩子们自己吃。我们呢，踏踏实实吃，我们吃完了，我们再在一块儿啊。你给孩子一点自己的空间啊。宋老师，乐一个，过年了。谢谢你啊，文姐。谢啥呀？应该的。好了啊。粉丝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方一凡，好久不见了啊！我最近都在忙艺考呢，今天就给大家录一个视频。这是饺子，看一桌子菜。小英子啊，还有鸡呀！挑着。来啊！来，问个好，新年好。新年好。桃子，新年快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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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对，英子，我这录视频呢，你们说两句呢。别吵。他心情不太好啊，我们就不烦他。今天呢，大年30我们今天在家里开了一个算是 party， 但是和以往 party 不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家长。番猴，这是你自己出的馊主意吧？什么馊主意啊！我好不容易偷偷策划了这 party， 我容易吗我？是不容易。哎，对了，喏，我给英子给你买的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小水库。面膜。我是钢铁直男，我用这干嘛呀？方猴，你这艺术生的这个觉悟也太差了吧！最基本的形象，懂不懂？你瞅瞅那东北干豆皮儿，赶紧用小迷糊补救一下。哎，他们这一说哈，确实觉得这脸挺干的。行，你们既然这么诚心诚意的送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收了啊。收着吧，就当做是我跟英子给你的艺考成功的祝福。用这小水库，考试顺风顺水。谢谢了啊！哎，对了，我这录视频，你要不然你也说两句？来，我切换过去。来，对，3、2、1，开始。首先呢，我想说的就是今天能跟大家一起跨年，我感觉特别开心。哎，我想着以往我都是跟姥姥姥爷还有我舅舅一块过年，每年都是大眼瞪小眼，真没意思。哎，我今年可是第一次跟爸妈一起过年，就被你们给拽过来了，我仗不仗义啊？仗义个毛线啊！咱们就在2楼，他们在4楼，中间就隔了一层，这怎么不叫一起过年了呢？大哥，这是我过过最热闹的年，真的，我真的很开心。我喝。行，那我们是明年后见了啊！拜。哎，我们所有一起录一个，来。祝大家新年好！来，这位来，1、2、3，新年好！新年好！拜拜！哎，行了，我这个都艾特你们了，你们就等着涨粉吧。多少4？多少6？要不起，那还是英子。多少9？多少？哈，你看我这还有一个，我不能拆，来，过，过，走。撒狗带尖儿，赢了。哎，我有。哎，等，我看，你这出什么？这不是错了吗？你这哪是3个尖？你这不是还有个4吗？这2个尖1个4。哦，这，哎呦，我这眼乱出什么眼神？这眼神确实没你好，我这是，哎，没有，过。因为你这手气也太好了，你还带尖，上局带2，这局带尖。方猴你不出？他真不出，这是错了。第3。不行，我这连着的不行。我这都是单个的，都是单个的哈。4、5、6、7、8，合着我出什么你们都不要呗？不是我这连着的，就出不去。
这大过年的你们这样有劲吗？我知道你们是想让我开心，但是也不用这样啊。游戏输赢什么的不重要，我觉得我有你们就够了。行，知道有我们就好啊。以后有什么事儿就别自己心里憋着，都说出来。对啊，我们都吓死了。要不是方猴把你那什么密码破出来，我们都不知道你去哪儿了呢。什么密码？电脑密码。你把我电脑密码给破了？他的爱好我都知道，就那一个，我这一试就试出来，对吧？对呀，我本来还想弄几个软件破译一下，结果表哥一猜就猜准了。我看你们俩还挺心有灵犀的。是，别跑开话题啊！英子，你要真知道有我们这帮朋友啊，你就别干那些傻事。你看这又是出走又是跳海的，你还想干嘛？你想上天啊你？没有，我那意思就是说，你看上次丁一我们不认识，出那事儿我们都挺难受的。你要是出点什么事儿，我们还高考不高考了？呸！说什么呢？大过年的，能不能换个话题？正好，咱们也不玩了啊！我叫了烤鸭也快到了，咱们挑个电影，切入正题。好啊，走，看电影。看电影啊！给你拿过来啊！哎呀，挑一挑。快！英子，你来挑吧。这个吧。看这个啊。这个。真的，这是我最喜欢看的电影了。什么呀？不是，咱过年看这个多无聊啊！哎呦，今儿英子在听英子的啊。行，我去放点啊。好了。你们能不能看电影，别看我？啊，对，看电影。对，好看是吧？崔小峰是多厉害！哎，鱼来了！来腾个地方。饺子也好了。我这唱你啊，这个。饺子这边这边来。过去。哎，女主人说两句呗。哎，对，宋老师说两句。啊。说两句啊。谢谢大家来陪我过这个年，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英子的关心。哎，不说了，那个我先提一杯吧。来，提一个。过年好，过年好。谢谢道。哎，刘静不喝点酒？啊，我不喝酒。他不能喝，一喝就过敏啊。没事儿，过年嘛，来，少喝点，一点点。他不喝，沾一点。他生病，他现在吃药。生病了？哎，谢谢。什么病啊？怎么了？消炎药。对，他说他吃头孢喝白酒。对。啊，对，他说。哎，没关系。我是生病了，乳腺癌，早期。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做化疗呢。我知道文杰跟宋老师，你们已经猜到了，天天去给我那儿送饭，真是够辛苦的。我呢，这个事儿一直瞒着大家，挺不好的。主要是因为我那段时间自己有点
接受不了这个现实。这几个月我一直在调整心态，现在好多了，好多了。孩子们不是有一个唱研班吗？上次那个唱研班，我正好在医院呢，没能去参加。今天我就把这儿当成是唱研班了。我把这心里话说出来呢，我就不憋着了，就好多了。那洋洋知道了吗？我跟老纪商量了，还是把这个真相告诉孩子了。难怪他把头发给剃了。孩子是挺懂事的。别担心啊，你们都别担心。我呢，按部就班的吃药化疗，医生说了，我这个病治愈率还是非常高的。哎呀，大家千万别因为我这个事儿把气氛都搞坏了。咱们今天是过年呐，都开开心心的啊。我也来一点，我来一点。别，你别喝，没事，你别喝一点点，喝一点点。好，那就来一丢丢就行了，沾下嘴皮子。包装的啊。来啊，就沾一下嘴皮就行了啊。咱们大家一块儿。来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身体健康。哎，是。坐吧，都坐吧。好了，我要跟大家说个你们不知道的事吧。我已经提交了退居2线的申请，估计过完年就批了。我回归家庭了，先陪刘静把病治好了再说。退居2线？怎么都不跟我商量一下啊？你要是真是退居2线，那之前的努力不都白费了吗？哎呀，以前呀一直在追求事业啊，根本就没把心思放在家庭上。这次你这一病了，我突然就觉得，其实这个家人是最重要的。这个过年了，我就希望你的病呢能够好转，我希望儿子能考上大学，我就够了。我这新的一年啊，也没有什么太高的期望，就是希望英子能够开开心心的，你也能开开心心的。弄这么伤感，来送点。这大过年的，来给你发点，来，都发点纸来。那个，哎，这戊戌年是确实好像，挺不一样的一年啊。你这事儿多啊，有好事有坏事，是吧？你的孩子们也到了这高考这一年啊，这各种过不去，跟成绩过不去，是吧？跟学校过不去，跟自己过不去，各种较劲。但这怎么是说到2019了，过得去过不去的，他也过去了啊。这各家反正都有各家的这个好事儿，也有不好的事儿。因为我跟童姐我们俩这个2018年夫妻双都失业了，我现在也开上滴滴了，也挺好，每天跟街上开来开去的，也挺来劲的。那童姐这个就是在家里边这个照顾孩子啊，我们家这不来个小外甥吗？是个学霸，没准能考上清华、北大什么的啊。樊一凡也这个准备艺考了，没准哪天成大明星了也说不定。刘静这个生病了，刚才老季也说了，回归家庭，好事儿是吧？跟洋洋你们这一家3口啊，和和美美的。还有这个前一段英子得这么一个时髦的病是吧？给这个卫东还有你们俩出了个难题儿，没事儿啊。这个
2019年肯定你们能把这事儿给解决，能越过去。最重要是咱们这3家6个人，他能凑到一块儿，对吧？这是缘分。我跟胜利、老纪，我们小时候住一个院，发小啊。我跟卫东，我们这么多年老朋友。宋老师跟文杰多少年的闺蜜，那现在尤其是你们仨也都是好朋友，这是缘分。这咱们能凑到一块儿，是吧？这个，来，咱们就不说那些糟心的事儿。来，倒数几杯，来，好，来，一块儿举杯。这个，咱们开开心心啊。这个希望这个咱们的孩子们2019年高考年顺顺利利的考上大学。在座的各位都健康。套用一句这个最近流行的话，咱们就这个不忘初心，砥砺前行。2019年大家都开开心心、健健康康，让这个不愉快的这个狗年啊，go！来，来，来，干了啊，干了，快吃，饺子凉了。差不多就这些吧。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没有。大夫，我们是不是做的真的很有问题啊？问题肯定有，但都是常见的问题，不难解决。心理学上有一个名词叫“好离婚”，就是理性离婚。可真正能做到理性离婚的，在全世界都是少数。什么叫理性离婚啊？您能帮我们举个例子吗？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：你们彼此在孩子面前说过对方的坏话吗？有过。这就是非理性的离婚。你们在孩子面前说彼此的坏话，第一，会让孩子对另一半的亲子关系紧张；第二，会让孩子对自己缺少认同和自信。一个孩子嘛，一半来自于父亲，一半来自于母亲。无论是母亲说父亲的坏话，还是父亲说母亲的坏话，在孩子的潜意识里都会认为是自己不好。说到这儿，我还想问一下，在你前夫来看孩子的时候，你阻拦过吗？夫妻离婚本来就造成了孩子的被抛弃感，你再阻拦孩子的父亲来看他，就更会慢慢的磨灭孩子的安全感。你的前夫可能不是一个好的伴侣，但未必不是一个好的爸爸。离婚只能代表你们婚姻的失败，夫妻关系的解体，但它并不代表亲子关系的解体。像你们这样不合格的亲子关系，很可能就是导致孩子抑郁症的源头。那我们还能做点什么弥补吗？其实方法很简单，就恐怕你们做不到。我愿意尝试的。您先说说，为了孩子，我们愿意尝试。那就是不要在孩子面前做敌人就行了。你坐下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我知道你讨厌我，但是刚刚医生也说了，咱们俩能不能为了孩子改善一下彼此的关系？其实乔卫东，是我应该向你道个歉。乔卫东，医生说的对，你虽然不是个好丈夫，但这些年下来，看起来你真的是个好爸爸。我同意，咱们试着做朋友吧。好。你放心啊，小梦那儿，我去跟她说清楚。
不是有个事儿，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讲。啊，还有什么事儿？我和小梦分手了。啊？你为什么跟人分手啊？哎，你没事儿啊？你跟人分手，人条件多好啊！你不是不喜欢他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不喜欢他呀？哎，你搞个清楚，他也不是小三儿，他只要不来烦英子，其实我喜不喜欢，不是，就算我不喜欢，你跟人分什么手啊？是人家提出来的，小梦提出来和我分手的。没理由啊。你条件也挺好的，要什么有什么。他什么原因啊？就是上次给方一凡不是找了一个艺考老师吗？一个男的跳舞的。我知道。那是小梦的大学同学，两个人也算是青梅竹马。再说他愿意跟小梦结婚，愿意生孩子，小梦就选择了他。是我没搞明白，那你不愿意跟他结婚生孩子吗？我可能没考虑好吧，是否要重新开始一段新的生活。再说孩子，我不是有英子了吗？不是乔一东，你这人怎么那么渣呀？哎，你没想好跟人开始一段新生活，你吊人3年啊？你说，你看看你过去干出那样的事情，你现在又干出这样的事，你这人啊，就是不靠谱。我以前干什么事儿了？你说呢？我再给你重申一遍啊，宋天，我真没出过轨。好好好，我不想听，反正咱们是为了英子才要做朋友的。秦介，朱军，哎，老金，哎，朱建，我的申请批下来了吗？批倒是批下来了，不过老季啊，我劝你再好好想一想。你现在毕竟不到50岁，而且工作能力那么强，如果现在就退居2线的话，的确是太可惜了。上级对你的确是很重视的呀。谢谢组织和书记对我的信任。这么多年啊，我爱人一直跟着我东跑西跑的，吃了不少的苦。在他痊愈之前啊，我肯定会把很多的心思放在家庭上。再站在一个1线的位置，就不负责任了。再说，对其他同志也不好。您放心，不管在几线，我都会好好工作的。那好，既然你都这么想了，那接下来的事情就我们来做吧。好，谢谢书记。哎，张全还在外头候着呢，说是淑妃娘娘请皇上移步乾宁宫用膳，朕不过去了，朕去瞧瞧皇后。皇上，您茶凉了吧？奴才要不替您换一杯，咱再走。不用了，赶紧去办吧。是吧？奴才明白，白嫁去。吓我一跳，人不是练跳舞，怎么不练了？不是，我这刚练完出来溜溜弯。你这干什么呢？爸爸，你这练唱歌跳舞，爸爸也得练台词、练配音呀。哎，刚才爸爸说那皇上太监，你猜爸配的是哪个？太监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看啊，你说皇上词儿的时候都一笔带过，但是说这太监的时候不一样，你声情并茂的，是吗？啊，行啊，观察力够强的呀。你这不都写着呢吗？哦。哎，这样你陪爸爸这样练一练啊，你当皇上，爸爸当太监。好。皇上，张全还在外头候着呢，说是淑妃娘娘请皇上移步乾宁宫用膳。朕不过去了，朕去瞧瞧皇后。皇上，您茶凉了吧？奴才替您换一杯，咱再走。不用了，你赶紧去吧。这奴才明，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？哎，谁啊？哎，来了！哎，季叔叔，老季，哎，今儿怎么下班这么早啊？我今天去单位办手续了，从明天开始，我正式回归家庭，退居2线了。你看，我在超市买的东西。嘿，这买什么买这么些？4斤排骨。来，这2斤给你。啊？什么意思？我不是要给那个刘静煲汤吗？我不会，我请教一下你。
哦，没问题，随时，什么时候？哎，你晚上有事情？没问题，有空。那你教教我。可以，没问题啊。行行，那我晚上等你啊。好嘞，那我就走了。好嘞，哎，你这排骨，没事，学费啊，是给我的，不用，哎，说定了晚上啊。好嘞，晚上见。哎，这技术还给交学费这个。